台中市政府交通局制定共享园区经营业管理自治条例，将会送市议会审议。 进前有真侪民众骑乌拜克拢会乌白停车，所以双北分别拢爱定规范。虽然台中市这种交通也无算真实行，不过团处业者想要来抢这个大饼。交通局定台中市经营业管理自治条例，会送到市议会做审议。台中市府交通局讲，草案拢总20条，其中有讲到，敢会当伫咧台中市的路或者是公有路外停车场当做服务区，违反相关规定的人，会当罚新台币300到600块。我们会规范这个未来跟业者之间还是有一些权利金的事情。第二个会有一些区域投放点的问题。台中市交通局强调，业者申请爱纳权利金和保证金，希望定相关规范，让乌拜克袂个串乱象。 嗨，我是庄宇杰。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